我哋生活喺一個往往獎勵大眾化嘅世界，獎勵嗰啲夠響、夠靈活、容易大量生產嘅事物。正因為咁，如果你係一個擁有獨特性格、有特定喜好，或者內心非常敏感嘅人，你比較容易會覺得自己太多餘、太麻煩，或者係太難相處。你可能花咗好多年時間去磨平自己嘅稜角，嘗試令自己唔好咁容易受外界影響，或者好奇點解自己唔可以好似其他人咁隨和。但如果你嘅敏感並唔係一個需要被修理嘅缺陷呢？如果佢其實係構成你最強大力量嘅建築藍圖呢？你可以咁樣諗，一部經過精細調校嘅樂器，比起一個鼓，需要更多嘅呵護。佢對溫度、濕度，以至演奏者嘅觸碰都更加敏感。但正正係因為呢份敏感，佢先可以奏出一段鼓永遠都表達唔到嘅旋律。當你係一個精細調校嘅人，你係用一種高解像度嘅方式去體驗生命。你會察覺到房入面氣氛嘅微妙轉變，對話中未說出口嘅說話，仲有一啲其他人眨下眼就會錯過咗嘅寧靜美感。呢種深度係一份禮物，佢令你能夠承載一份罕見嘅平安，同埋一份極高品質嘅連結。你並唔係脆弱，你只係天生用嚟接收一種唔同嘅頻率。尊重你自己嘅設計，當中有一種無聲嘅尊嚴。當你唔再為自己嘅需求而道歉，無論係為咗你嘅節奏、你對安靜嘅渴望，定係你嗰啲獨特嘅堅持，你就唔再係同上帝賜予你用嚟探索世界嘅工具對抗。你嘅敏感就好似一個天然嘅過濾器，佢會引領你避開噪音，走向共鳴。佢確保當你最終對一條路、一個計劃或者一個人講 yes 嘅時候，嗰個 yes 係嚟自真正嘅對位同契合。你守護自己嘅平安，並唔係出於恐懼，而係出於一種管家嘅職責。你照顧好呢件樂器，係為咗等音樂可以保持純正。所以唔好再嘗試做一個萬能式配器啦。你從來都唔係要嚟夾埋所有場合嘅。你係被造成一個特定嘅形狀，去迎接上帝為你度身訂造嘅人生。相信你內心嘅校準，相信唯有透過呢份獨特，你先可以揾到嗰啲專為你嘅頻率而設嘅獨特祝福。你係一件充滿感性美嘅傑作。最近你嘅敏感點樣幫助過你？今日有邊一樣美妙嘅事係你留意到而其他人可能錯過咗嘅？等我哋喺留言區一齊慶祝呢顆細膩的心。